大家好，我係素明。入嚟坐低，聽我講一個故事。唔知你有冇試過喺好緊張或者好驚嘅時候，覺得周圍所有嘢都好似針對緊自己咁呢？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關於心理壓力嘅成語，叫做草木皆兵。呢個故事帶我哋返到1600幾年前，一場好有名嘅大戰。喺公元383年，前秦嘅皇帝苻堅親自帶領80萬大軍南下，想一舉滅咗東晉。當時前秦嘅兵力遠遠超過東晉，苻堅覺得自己勝券在握，甚至話只要士兵將條馬鞭掉入長江，就可以截斷江水。點知喺淝水之戰入面，前秦嘅軍隊竟然意外被打敗咗，陷入一片混亂。苻堅喺逃亡嘅路上面，心情極度恐慌。佢逃到去八公山附近，回頭一望，見到山上面嘅草叢同埋樹木喺風吹之下搖搖擺擺。佢心入面充滿恐懼，竟然將呢啲草木通通睇成係東晉嘅追兵，嚇到面青口唇白。呢種因為極度驚怕而產生嘅幻覺，令到原本強大嘅軍隊完全崩潰。草木皆兵話俾我哋知，真正令人恐懼嘅，往往唔係外在嘅敵人，而係自己不安嘅內心。當一個人失去理性嘅時候，連風吹草動都會變成壓力。保持內心平靜，先可以睇清楚事情嘅真相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故事，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俾朋友。今日嘅故事講完啦，我哋下次再會。